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9月3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给这个9月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给10月份又带来了这个遐想。截至收盘沪指涨 0.52%， 深成指涨 0.35%， 创业板指数涨 0.0%， 就是不涨不跌科创50涨 1.69%。 遗憾的是什么呢？还是成交量沪深两市只有 2.1 万亿，不到 2.2 万亿，这个量似乎稍微弱那么一点，量价配合不是特别好。但是好在它总在2万亿以上。我看了一下，今天好像是有色突然反弹，还有这个半导体板块走的也不错。不过今天是涨跌各半，指数虽然不错，但是有一半的金融消费者还是赚了指数不赚钱。整个9月份市场走出先扬后抑的走势，总体呈现震荡上行态势，三大指数月线均收涨其中创业板本月累计涨超 12%， 创3年新高。科创板就是科创50指数涨超 11%， 创近4年新高有人统计了这个是21世纪财经报道他说统计称今年 A 股股民人均赚 2.22 万。今年以来 A 股先抑后扬年初和4月份出现一轮调整，此后逐步企稳上扬，扶摇直上，甚至创10年新高。剔除今年上市的新股后，5359只 A 股个股今年以来平均涨幅达 33%。 A 股强势表现之下，牛股辈出，有398只股票今年以来股价已经翻倍，1276只股票涨幅超过 50%。 不过也有1059只股票下跌，大概 20% 万德数据显示A 股流通市值已从去年末的 77.55 万亿元增加至今年9月26日的 94.52 万亿元，增加了17万亿根据华西证券李立峰测算，流通市值口径下，今年2季度末个人投资者持股占比 31%， 以此计算，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流通市值约增加 5.24 万亿元。而中国结算数据显示，去年末 A 股个人投资者总数 2.4 亿人。那这么简单的一计算截至9月26号，今年以来 A 股人均赚 2.22 万元，全是2人均赚 2.22 万，正好是这个国庆中秋节前宣布人均赚了 2.22 万。那接下来我想媒体就应该准备稿子就写这个双节期间消费如何复苏，如何火爆，对吧？以证明这股市涨起来之后刺激了消费，对吧？也希望大家赚了 2.22 万的不能跟胡一金老师学一出手就是5件 polo 衫，一碗对吧面加个鸡蛋，这么消费是不行的，对吧？辜负了国家的这个一片苦心把股市拉起来，是希望在股市赚钱的人去消费。所以看如果这个双节消费没有起色，那足以说明什么把股指拉起来有利于消费，那就是胡说八道，没有任何根据。如果说这个11中秋节消费确实人均消费涨了，我记得过去这个国庆节好像人均消费都是1000吧，看一看这一次人均消费有没有涨。按理来说赚了钱的股民这更应该出去消费，所以相关的宣传部门呢这方面的素材文章就要准备好，然后这胡一金老师也做表率。我们看看这个机构是怎么看待后市的首先是这个高盛9月30号说，美东时间周一，高盛将其对全球股票的评级从中性上调至增持，并指出在未来3个月内全球经济势头正在改善，估值具有吸引力，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撑力度也不断增强。
高盛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认为良好的企业盈利增长，美联储的宽松政策不会导致出现经济衰退，以及全球财政政策的宽松措施将继续支撑全球股市。高盛还指出在经济周期末期的放缓阶段，当衰退风险较低且政策支持力度较大时，股票往往表现良好。这一规律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史性反弹中都有所体现。这个高盛就是本着一个谁都不得罪也就是全球的股票都涨，大家都涨，都是中性善调制增持，主打一个不得罪但是这个花旗人家就不一样了旗帜鲜明。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花旗集团日前表示，该集团已经将欧洲股票评级从增持下调至中性。另一方面，花旗集团还表示，目前更加看好中国股市，花旗将中国股票评级上调至增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看好人工智能板块。你看花旗为什么厚此薄彼呢？把欧洲股票下调，把中国的股票上调，这个花旗这个觉悟还是可以的。这个欢迎到大国来发展经济，发展业务加大投入，有前途我们再看看这国内这个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勇他说4季度 A 股或将呈现 N 型震荡上行，说科技和反内卷双龙驱动。临近中秋国庆长假，本周 A 股缩量，你看成交量有点不令人满意延续8月底以来的震荡态势，符合我们此前的判断。同时市场关注点聚焦至4季度如何配置。那么第4季度 N 型走势，那他的意思就10月份上扬，10月份下跌，12月份再上涨，这不是 N 型吗？他认为结构上就是4季度 A 股具有较强的赚钱效应，结构上犹如政策博弈以及年底估值切换下价值风格如经济总量更为相关且相对稳健，优势显著，消费板块表现最佳，科技板块次之。行业方面，机械设备、电子、饮料、食品涨跌幅中中位数前3，推荐的都是些老灯股我们再看一条新闻央视财经报道他说今年上半年港交所融资规模全球第1，今年以来新兴市场资产整体上上涨明显。数据显示，8月份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组合吸引外资近450亿美元，为近1年最高水平，其中中国市场占390亿美元。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港交所融资规模全球第1，表明市场看好中国资产。胡适的这些金融消费者应该感谢一下港交所，替你挨了一刀大家想一想，对吧？就在胡适岁月静好的时候，谁替你挡了这一刀呢？那就是港交所。港交所融资规模成为全球第1，因为在港交所去吸了血，所以暂时的放过了胡适。9月30号，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4年报告》。报告显示2024年基金投资收益额2184亿元，投资收益率8.1%其中已实现收益额436亿元，交易性资产公允价值变动1748亿元，这个收益率还是不错的这个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年均投资收益率7.39%，就是 7.4%是不是比那个巴菲特还厉害？累计投资收益额已经是19010亿，就是社保基金成立这么长时间以来，已经赚了将近2万亿了，年均投资收益率是 7.4%，这个成绩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总之对咱们这些参保的人这个算是个利好希望他这个保持这个投资收益率一直保持下去你说在胡适但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也再不赚钱，那就说不过去了。财联社9月30日讯昨日有关券商佣金反内卷要求的传闻迅速发酵，甚至被视为影响券商板块的消息面因素之一。昨天这个券商股很多涨停有传言是这个交易时间要拉长，
但也有传言说啊，券商反内卷。该传闻称啊，监管明确关于券商佣金费率反内卷的2大核心要求：一是禁止1免5服务，二是禁止以零佣金或低于成本价招揽客户，推动行业佣金率回归合理区间，与2025年证监会强调的行业规范方向一致。说记者多维度求证，该传闻真实性暂未得到确认。多家券商回应称，暂未收到监管相关通知，当前佣金定价仍遵循原有规则，但券商普遍表示支持行业反内卷，认为长期无序的佣金价格战已严重侵蚀行业生态，急需回归理性竞争。市场的还是要交给市场，对吧？它内卷，它必然是要它卷的道理啊。券商的手续费佣金下调，那它一定是有它下调的理由和下调的空间，不可能券商说每交一笔他还赔钱，他也赔不起啊。我们再看看这个胡氏的减持啊，这个胡氏一涨啊，减持就多了，把大股东都吓着了，大股东赶紧啊提桶跑路。说截至9月28日，9月份啊就有428家公司披露减持计划，310家完成减持，平均每天有10多家公司减持，看着不像牛市啊，对吧？这个东方财富网啊报道说，这个9月的 A 股科技板块正遭遇一场减持冲击。数据显示，9月以来 A 股已有上百家科技产业公司发布减持计划，其中中继续创、蓝启科技市值超过1000亿，在股价高位与估值分歧的双重背景下，这场减持潮既是股东的落袋为安，更折射出科技股价值重构期的市场焦虑。他这个文章很长啊，咱就不念了。总之啊，人家大股东高管一看，赶紧跑吧，对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比如说啊，这个近期明星股光模块龙头叫中继续创，它的控股股东啊叫山东中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减持公告在市场激起涟漪。根据公告，中继控股计划在未来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50万股，按照9月29日收盘价计算，套现将近23亿元，这还不是孤立啊，也就不是他一家。东方财富数据显示啊，已经上百家都在减持，看谁跑得快。关于这个大股东减持啊和这个股市之间的关系，这个刘继鹏教授啊，他经常谈这个，他是最反对大股东减持啊。大家看视频啊。咱们到一个大概什么点位就应该提醒大家开始警惕了？我都提醒过4、5次了。你看我抖音，过去的10年我们3次反复，从2015年之后啊，就是基本上就是3600到3800之间反复3次了。最近一次去年10月份那次又回到了304点，那个反复如果超过300点以上，那就不是慢牛了。我认为慢牛的观点被市场监管部门接受，国家也希望股市这次能像美国股市繁荣它20年，现在肯定是慢牛了。关键是这个慢牛你能走多久，和你用什么手段调节。大家狂热劲儿一上来，我马上就来一个新的高潮。例如外资进，老百姓一看全都取出储蓄往里进，这种情况怎么办？你还能保证是慢牛吗？其实这几天股市一涨，很多人都说太快了，担心又掉下来。其实我们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就是不要用行政手段降温。中国一个制度难题就是一股独大的问题，一股独大的减持太可怕了。对，现在7.7万亿里边7.25万亿全都是流通股了。监管部门一说就是处理谁违规减持，现在最可怕的不是违规，是合规减持。它都已经3年了，你凭什么不让它流动啊？第一个，你的制度根源里就都是一股独大。从9月1号到9月8号，有将近130个公司的减持又出来了，也有人说是默认的。我认为千万不要用这种手段，这种手段太可怕了。我们所有的公司几乎大股东都在45到60这个区间，它要保持共识率30就够了。其实一个慢牛的股市一定要提倡一种大小
股东都能够挣钱。大股东要带着上市公司做好，你才能让股民多赢啊！你现在公司做不好，精力都放在你那50-60股份的减持上，当然你个人就暴富了。中国的资本市场路子就走斜了，怎么办呢？要让大股东把精力放到上市公司上，不要老放到你这个大股东的股份减持上。一种合理的办法就是上市的第一大股东就控制在30%，现在70%，你让我30上市。现在中国不缺融资上市的企业，这部分给谁呢？给我们的 PEVC。PEVC 现在也很困难啊，前一段叫苦连天啊，价格怎么定啊？股权得稀释，这边给你推荐无数个公募私募的股权投资机构，你们协商，反正你不会高于 IPO 的价格。这样的话，资本市场上的威胁才能消除啊，因为本身它到流通了，不批准它流通，一流通了，股市就压垮。你如果让几个出来，后边怎么办？我测算了一下，中国5400家普遍都是一股独大，这里边有1460家是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将近4000家是民营的。现在国有企业得创造价值，研究市值管理啊，中央还等着他们的国有股或者说转让差价形成第三财政收入税收。土地就是国有股权的红利和转让收入。各级地方政府现在都困难，股市起来，希望通过混合所有制在市场上减持，这个收入是政府第三财政收入。我测算了一下，1400家大股东现在要想把他们的股份要降到30%，至少需要15万亿。这是绝对的提供不了的，哪个股民不害怕？什么能调整慢牛方式呢？就是汇金为主的国家队手里有这么多 ETF，这么多银行的股票，你太快了，我就卖点了。起码要建立这样的思维，这个调整的过程又形成财政收入了。我今天无非是把这个敞开心扉跟大家都说透了。对，我们有更好的办法，千万不要用大股东减持的办法。你没有一个根本的制度性的改变，这么上不是又重复老路了吗？可以考虑用汇金手里的股票来微调节大盘点位，这远优于用大股东减持来调节。关于大股东减持啊，我们再看看啊，最近正好这个美股啊，那个英伟达的老板黄仁勋，他也在减持。当地时间9月29号说，黄仁勋啊，就是英伟达啊，提交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于9月25日至9月29日共售出 22.5 万股英伟达股票，套现4000万美元啊。同样是减持啊，黄仁勋的减持没有人骂他，对吧？好像市场也波澜不惊吧，就一副你爱减不减。但是你看啊，咱们这个大股东减持，不管是他是该减还是不该减，不管这个大股东是真的是要钱看病，对吧？还是要钱去改善生活，还是要钱去还银行贷款，提前还房贷，对吧？咱们这市场一概都是骂，只要你减持，你卖股票，你就是不好。这个我在以前也说过了啊，不让大股东减持，实际上潜台词就是这个所谓的慢牛，这个市场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个市场没有问题，对吧？它本身就值这么多钱，大家都提着钱都进来，没有筹码买，那你说大股东减持不是好事吗？对吧？人家自己发财机会不要都给你，现在股票才10块钱，未来能涨到30，人家这个不要了，未来20都不要了，他就卖给你，这都是好事，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用说他卖呢？还不就是说明这未来20是不确定的，基本上有可能是泡沫。无非这些散户反对减持的人呢，希望让他先走，对吧？他先下车，后面你们爱咋地？你怎么能跑在我前面呢？你跑在我前面，到时候下不了车了。这个大股东啊，人家有36个月的禁售期，只要禁售期一过，人家按照这个证券法的规定，对吧？他披露减持这个信息就行了。一般提前披露啊，就是在未来2个月或者3个月或者1个月，我要减持大概多少，他先公告，公告完了他开始减持。我这只要他信息披露合法合规啊，只要他是这个在禁售期之外，人家就应该减持，不应该骂人家。尤其现在是牛市，对吧？这现在指数涨，你不让人家减持，你要把人憋死是吗？哎，指数跌的时候你不让人减持，你还某种程度上还说得过去，因为都没有接盘了，你再往下砸是吧？有点不好。现在指数在往上涨，那股价涨的大股东自己都害怕，他自己觉得他知道他的公司值多少钱，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我们再看条新闻啊，那简直了。这个日经中文网他刊登一篇报道啊，今天9点，标题叫美股操纵案激增至4倍。
哎，你也不能说美股啊就没有操纵股价的啊。这个说美股的操纵案激增4倍啊，怎么回事啊？这美国资本市场乱了，监管跟不上了。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叫70%涉中概股，这看着就不像好消息啊。说在以美国上市的小型中国企业为对象的股价操纵正急剧增加，犯罪分子利用 AI 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动应答，在聊天软件上散布虚假信息，诱导投资者入局，借此推高股价的案例屡见不鲜。美国的证券交易所拟发布提高交易量低的中国企业上市门槛限制方案，正忙于应对。纳斯达克发现的违规案中，70%涉及中概股。日益增加的是向个人投资者发布夸大盈利能力的信息，推高股价后迅速抛售套利，被称为拉高出货的操纵手法。怎么说呢？就是丢人丢到国外去了啊！就是这些人已经不满足在胡适胡作非为啊，他在美股呢找到机会了。美国的投资者被保护的太好了，个个都是大宝贝，所以啊，这些割韭菜的把在胡适这一套啊搬到纳斯达克去了。哎，他们操作的肯定是熟悉的股票啊，对吧？这些公司都是中国的中概股，在这些，而且中概股一般很多恐怕市值比较小，恐怕也比较好操纵，对吧？先买进去，然后开始到处散发谣言，就给那些投资者推送啊，说这个公司啊，中国资产怎么样，对吧？这个公司盈利暴增，这个公司怎么样？各种讲故事，然后等到这个投资者进来一买，股价一拉高，他马上就跑，拉高出货。美股操纵案激增4倍啊，70%都是中概股啊，大家就知道啊，谁去的，这是谁在操纵的。不过这也好啊，咱们正要看，对吧？大国的镰刀跟美帝的这个监管之间，看谁厉害，所以我们要关注啊。你看美帝他们的监管能不能收拾这些人，是怎么收拾的？那你大国的监管也得学学人家，看人家是怎么处理啊这个证券操纵案，学着点。哎，如果说美帝啊也拿他们没办法，对吧？那咱们也不能苛求，对吧？胡适这些监管，这个真的是丢到国外去了啊，很有可能是胡适的这些镰刀啊，觉得没有挑战，没难度，非得去割一把美国韭菜，让美国的投资者知道什么叫镰刀，对吧？什么叫割韭菜？在胡适啊，90%的是个人投资者啊，也就是咱们说的小散户。但是啊，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中，这种散户啊，就是个人投资者，也大概20%、25%这样的。他们更多的啊，都是机构投资者，市场的行家。按理来说啊，他们不应该啊被这些谣言所诱惑、所欺骗。所以我们要看看到底是道高一尺还是魔高一丈，看看这个美帝的资本市场能不能经得起咱们胡适的这个镰刀的冲击。反正这个贾老板到了美国之后啊，人家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所以说啊，这个我们要看看这个镰刀到底怎么样，是镰刀割了韭菜，还是镰刀被拉了口子。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